再来看这中华鹿港一间烟春场呢，是传出为着 H5N1 的这禽流感的病毒，这动防所已经甲10万外只的烟春甲处理好掉。即届呢是真罕咧伫咧热天来出现禽流感的疫情，中华即马已经有2大，所以这动防所呢是来提醒着业者，着爱注意通风甲降温，也若消毒一定着爱做好救治。东风所的防疫人员将着病烟吞为鸟笼仔提出来。中华鹿港一大烟吞场16通报烟吞出现各样死亡，经过采样检验，确定是为着 H5N1 亚型高病原禽流感。这嘛是中华县一礼拜内第2场烟吞场卫病。一场是在福兴，一场是在鹿港，都是场内有人鹌鹑不明原因大量死亡，事主主动通报，经本所人员去采样送检之后，确定为 H5N1 高病原性的禽流感，所以我们就依规定进行全场扑杀跟清洁消毒的工作。中华县这个月11先接到福兴乡一大烟吞场的通报，13确诊感染 H5N1 禽流感，也过无一礼拜，19鹿港毛烟吞场胃病死亡，2大烟吞场计共杀17万3000外只烟吞，是较罕咧出现的热天禽流感案例。烟吞协会表示，即阵当要开始准备中秋节的会员，若是疫情摊开，恐起来对烟吞产业造成影响。这个对于我们鹌鹑产业是杀伤力蛮大的，因为其实现在已经8月底，已经要进入到中秋节的时期。那中秋节到农历的过年，其实是鹌鹑蛋的价格最好的时候。那所以其实大家目前也开始要准备备货。东风所表示，最近天气变化大，加上前一阵仔大水后，开有病蠓虫，呼吁烟吞业者一定要开始做好管理消毒的工作。随后，防检所也会实地调查，了解这边热人禽流感发生的原因。记者杨淑成综合报道。